家好，我係阿茄，今次帶你去珠海創新坊玩足2日1夜，會去獅門娛樂天地，可以暢玩飢餓遊戲等電影主題設施，卡丁車超好玩，仲有真人 CS， 一次過玩晒4個主題樂園，會開箱一間開業唔夠2年嘅公寓酒店，每人100幾蚊就住到啦，仲有99蚊優惠2人餐。想知道就記得按讚、訂閱、分享，我哋一齊出發啦！去創新坊有好多方法，可以搭環島中港通直接喺香港去到創新坊，因為係經港珠澳大橋，所以車程都好快，大約2個鐘就到，來回280蚊。最平嘅方法應該係搭金巴，只係需要65蚊。去到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，可以轉搭的士、網約車或者創新坊免費穿梭巴士去到創新坊。話咁快就嚟到創新坊，呢個商場真係好大，除咗有好多餐廳之外，仲有4個室內主題樂園。喺商場可以穿過去橫琴海悅酒店，係一間5星級酒店，呢度裝修典雅，仲可以喺度食自助餐同中菜。差唔多2點啦，可以 check in。今日要入住嘅係曼哈頓國際度假公寓，係位於創新坊隔離。呢間餐廳係 check in 嘅位置，櫃台就隱藏咗喺呢間餐廳入邊，非常神秘。仲送咗2杯 welcome drink 俾我哋，今晚可以喺度飲酒放鬆下。喺公寓大樓對面有電動車充電設施，如果係自駕遊過嚟都好方便。我哋即刻上去開箱酒店房啦！呢間公寓係2023年新開㗎，所以好新淨。呢間係雙床房，2張都係大床嚟，目測有6尺。呢個房型可以入住4位成人，都係400幾蚊晚，每人100幾蚊都幾抵住。呢邊有梳化同書台，上邊有免費嘅茶包。因為佢係公寓嚟，所以係包埋開放式廚房，有電磁爐可以用，仲有2支免費嘅水，有個好高嘅雪櫃啊，入邊係吉嘅。如果你買咗蛋糕嗰啲，可以放入雪櫃。門口右手邊就係洗手間。呢度仲有個到頂嘅衣櫃，收納量好高啊！等我試下張床先，唔會太腍，都幾舒服。原來公寓有個出口可以直達商場，喺豪大仙對面。首先我哋去獅門娛樂天地，呢度係全球首座獅門影業電影主題公園，即係拍飢餓遊戲同吸血新世紀嗰間公司。佢週末同假期先開㗎，記得留意返。睇下價錢先，130蚊就可以無限任玩4個項目，2人或者3人票會再平啲。入面有幾層，第1層就係飢餓遊戲極速追擊，係 3D 動感影院，要戴 3D 眼鏡。再上一層就係澳門街，模仿澳門舊年代街道建築。呢度唔多人，可以隨便打卡。一路行一路同大家講下頭先嘅 3D 影院啦。佢係模擬坐戰機，有好多緊張追逐嘅場面。3D 效果做得幾好，好立體。頭先喺高空跌落嚟，真係有種離心力嘅感覺，比我想象中好玩。佢每個項目都係用電影做主題，呢套係分歧者深谷勇者挑戰，係2層高嘅巨型繩網攀爬挑戰，有 locker 可以放個人物品，係免費嘅，放完可以着安全衣，呢度有工作人員幫你着安全衣，着好啦，俾大家睇下我呢身造型啦，準備好出發啦。呢度有2層，我哋去第1層熱下身先。第1層唔算高，見到有小朋友喺度玩，都玩得好叻。如果你怕高嘅話，可以嚟依層熱下身先。我都有少少驚，始終係第1次玩。跟住我哋就挑戰第2層啦。上1層真係高好多，見到都有啲腳軟，我都猶豫咗一陣。不過既然嚟到，就試下啦。
玩完真係出晒汗，但好有成功感啊，開心！呢度有電影場景嘅街道，整得幾靚，可以喺度打卡。呢個遊戲主題係暮光之城午夜追逐，即係吸血新世紀。我以前勁中意呢個系列，入面啲擺設都做得好精緻，仲有架電單車喺中間。呢個係多人互動 VR 模擬器體驗，我哋坐喺電單車模擬器上邊，戴上 VR 眼鏡。喺狼人主角帶領下，喺森林同吸血鬼展開驚險刺激嘅追逐之旅。最後就玩暮光之城貝拉探秘，入到去黑暗森林，坐上呢架車就可以跟住主角去探險啦。入邊有 3D 效果，都唔錯㗎。玩到有啲攰，呢度有99蚊嘅2人餐，可以喺東區服務台度購買。原來商場平日夜晚7至10，週末全日都可以免費泊車。憑商場消費收據，仲可以換領額外免費泊車時數。憑樂園門票可以喺營業時間免費泊車，自駕遊都好方便。呢啲99蚊2人餐有好多餐廳揀，可以食酒樓、中菜、打邊爐、韓國燒烤、台州菜、鮮蠔火鍋、四川菜等等。我哋就揀咗去打邊爐，呢度環境都唔錯，有落地玻璃景觀幾開揚。我哋今日嘅2人餐就係包呢啲嘢，有我最中意嘅吊籠同茨皮，都幾大碟，仲有牛丸同菜，包埋甜品，夠晒我哋2個人食。呢度打卡仲有飲品送，價錢亦都包咗湯底同醬料嘅費用。啲吊籠幾新鮮，牛丸爽口彈牙，啲麵質感幾好食。如果聽日有時間，其實可以去埋澳門，因為由創新坊去澳門都好近。喺創新坊搭的士、網約車或者穿梭巴士去橫琴口岸都係10分鐘車程。橫琴口岸仲係24小時人行通關，好方便。食飽散完步，我哋要繼續去玩啦！呢度係昆鵬卡丁運動中心，唔只有卡丁車玩，仲可以射箭、玩陶瓷、真人 CS 等等，啱晒一家大細。玩卡丁車可以喺呢邊戴頭盔同着賽車衫，不過我就冇特別換啦。卡丁車嘅速度好快，都幾刺激，有賽車嘅感覺。睇下我朋友都玩得好開心。跟住我就會試下射箭，有專人教你基本嘅射箭技巧，有教我姿勢，隻手要點樣擺。雖然唔算好成功，但都幾好玩。跟住就到我最期待嘅真人 CS 啦。戰鬥開始。玩咗成日，差唔多要返酒店休息啦。夜晚喺餐廳飲杯酒，感覺都幾 chill。返到房見到原來呢度夜景幾靚，今晚一定好好瞓啊！早晨啊，大家，話咁快已經到咗第2日啦。我哋去餐廳食個早餐先。早餐包咗咖啡同麵包，我就揀咗窗邊嘅位置坐，感覺好悠閒。呢個係南瓜流心包，入邊真係有流心㗎。咖啡我揀咗 latte。行入創新坊，見到樓下咁多人嘅，原來有第5人格嘅活動。佢係一款好受歡迎嘅手遊。而家只係朝早10點幾，已經好多人排隊啦，仲見到有人 cosplay。跟住我哋就去國家地理探險家中心，呢度比較啱親子玩，小朋友除咗玩，仲可以學到唔同嘅知識。呢隻船咁得意嘅，睇下係咩嚟先？原來係深海探秘，入咗去潛水艇度，除咗會見到海洋生物之外，仲會教育小朋友保護海洋嘅重要。呢個熊貓劇場，熊貓可以同小朋友直接對話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皮窩。可以舉手回答哦，猜一下小熊貓一天要吃多少口水？
呢度好多設施都用咗動物做主題，小朋友嚟到一定好開心。最後我哋就去玩口袋屋濱床公園，呢度都幾大，左邊有個打卡位，入場會俾條手帶我哋，另外要買防滑襪，10蚊對，跟住就放啲嘢去 lock 卡，2蚊1個鐘就可以換襪入去玩啦。初時以為呢度淨係啱小朋友玩，原來好多嘢都啱大人玩，例如攀石，見到有高手喺度啊，有好多人圍觀。呢度有30幾個項目可以玩，有好多都好刺激㗎。呢個高空飛索我就唔夠膽玩啦。仲有呢個千秋，見到都有啲腳軟，我都係玩返啲老少咸宜嘅活動啦。好似呢個彈床灌籃就啱我玩啦。呢度有3條滑梯可以揀，有唔同嘅難度，我就揀咗呢條試下。呢度都幾啱成班朋友或者一家大細一齊嚟玩。平時睇人攀石好似好容易，原來玩落一啲都唔簡單，因為嚿石係好細，所以好難平衡㗎。聽店員講，3月8號口袋屋全新升級，增加咗隧道、迷宮、空中滑車，仲有9D 劇場，下次再嚟打卡先。旅程話咁快已經嚟到尾聲，我哋要搭車返香港啦。我係阿茄，大家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